美活廣場。依家晏晝2點，三聯書局仲喺度。好多人流嘅按摩椅，但冇乜人坐嘅高鋪，零食物語。好大間，但冇乜人坐。一陣間，而家翻你哋先啦。唔緊要，我經過都多人行。今日星期日，都仲有聖誕氣氛。有一間坐按摩椅嘅，但係都係冇人幫襯。又係扭蛋機，即係去到任何一個商場都有扭蛋機。呢度都係。食嘢就多人咯，其他嗰啲就唔叫多人，啲屬於舊式商場，即係啲人行下多，頭都靜英英嘅，係出邊條街有啲人行下。間好大間啊！個公仔，呢個商場真係冇咩特色嘅，舊式商場，冇咩特別嘅嘢睇。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見啦。